在民间习俗中，进香代表着信徒主团随着神明前往有庙朝圣的活动。但进香不只是神与神之间的联谊，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草屯金娜，欢迎收看今天的进香团。我是阿昌，我是苏玉，进喽！今天我们来拜访同样运用自身的才艺延续传统文化的创作人、艺术家倪瑞宏。希望透过跨领域的交流，来共同寻找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要继续拿，继续拿，要继续拿。这个你们在有其他地方有玩过吧？日月潭也有，但造型不一样，对，形式不一样。对啊，因为我这个是我完全是第一代的。耶！是不是很聪明？有来看展的人，好不好？这边搓一下，教学一下。啊，他叫你要去当国际志工，他叫你回去多看书。我吗？对。好，从事国际志工，在台湾打拼真的很辛苦，兼差多一份工作是快速融入当地生活的好机会。时时保有知识分子们追根究底精神，在处处可上网的时代里，暂时关闭，静下来阅读一本武士青年的著作。不要对这内容太认真了，这都是23岁的我乱写的，对啊，好所以熊主要是上面的插图也是都是亲笔创作的。这台机器我第一次展出，我其实就在想说，这种带有宫庙风格的这种破旧的东西，如果出现在成品信义店这种时髦的地方，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期待，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觉得好像搞乱，我想在就是漂亮的地方做一些大家会害怕的事情，所以我就说我去搞一台抽烟机，我要放在成品书店。结果没想到它让台北人非常风靡，就是很多人就说其实没有看过这个东西。然后我也是国中毕业旅行去那个日月潭看到，然后我就从小就想我好想要一台哦，就是这很奇怪的梦想。所以那时候我就把我所有的从小存的压岁钱投就买了它。后来观众就对里面签诗有点太迷信了，他们甚至会来问我说：“仙女可不可以帮我解签？”然后我觉得观众已经叫我仙女了，那我要认真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才去参加仙女比赛，把它当成一个职业了，对，扮演好这个仙女的角色，对，算是带一点社会责任的仙女。对啊，我只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就从它开始，才开始想要去进行仙女计划。你刚刚不是说你会看一些什么天堂、地狱的那些插画？这个的发想是不是就是从那个来？这真的就是去麻豆代天府玩过以后，我就对这种东西念念不忘。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是后来我渐渐才知道啊，原来这叫艺格啊，原来这叫电动花灯啊。对，那我要怎么自己做一台？我当时是看完以后就说，我想要自己做一组。那你的展览你放这一尊他是谁？他叫美如，他是我从对，你看我问对问题了吧？我就知道他一定有名字，对，菜市场名，对，但美如很适合他的风格，一看就是美如脸。他是那个我看那个网红写的那种教女生怎么谈恋爱的书，我就假想这个书它里面有个女主角，她是什么样的性格，她人怎么这么惨，会一直被男人骗啊，就是怎么样她会过得更快乐。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要把蓝色水玲珑的概念，对对，所以我就去感受那里面描述这些女性的地狱到底是什么样子，她们到底卡在什么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到底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难怪你标题会用爱她，但要更爱自己。对，这个是也是网红书里面的一个重点，对，然后我就觉得很荒唐，然后我觉得这个美如她就是代表一个女生的那种执着，对，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执着，一个对于自己想要的，就是
放不过自己的那种，对对对，那种心态。对，所以他就是在旁人来看，你可能就会觉得啊，你就不要那样就好了。对啊，但是他没办法。对啊，他就变成他就变一个怪物了。对，真的。所以他其实他是美，我觉得他也是个怪物。完全可以 get 到你的作品那一条了。当初其实是这一区想要做的比较维多利亚的风格，所以是用这个绿色，其实也是接近维多利亚式建筑的绿色。可是我后来买不到那个上面那个你知道华丽的那个条，缺货，就是有一点那种巴洛克式建筑，就那种东西是吧？因为想要延续，就是去年去英国驻村的那个绘画风格，对啊，因为我其实去英国，我都是在看他们各种漫画，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就是着迷这种叙事的风格的卡漫漫画，然后我就是一直在想，就是英国这些图跟台湾那个宫庙绘画，它有没有办法有对话？就会不会是宫庙的壁画，那也是台湾的一种卡漫，有个传达叙事概念蛮像的，对，概念还蛮像，所以我是在找这些的连接，所以那时候我就试着用这种方式去记录我的生活，所以它都是单一的，比如说我生活中在那边遇到一个事件，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单一的图像。这个就有了哦。这真的有把英国的工会的那个海报跟结合台湾宫庙风格，它就是一个牌楼。对。可是它就是中西合并。而且它整个构图给我的感觉，因为有一点像是那一种传统布袋戏的戏牌，很多格，然后上面有很多雕刻那一种。因为我超爱，我真的很爱看那个建教的牌楼，就是它每一个空间都有在发生一些事情。那你这个其实它也可以把它实现成木雕，因为它其实就像是一个木雕图稿。有没有？就是因为雕刻一块木板，如果想要这样子呈现它的雕刻图示的话，也是必须得先画图嘛，打个草稿出来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可以呈现的。如果把它变成木雕，应该也很酷，因为你这是有景深的。对啊。我这个尝试，这个也是啊，老房子的。或者是庙的那个围墙，尝试有点偏漫画，把自己的可能一些散文的书写用漫画的形式就是完成。然后这其实是在画，就是去年那个 Me Too 运动的时候，我自己一些感想，我就觉得好累，然后我就开始去看諮商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疗愈自己。所以这个展都在疗愈我自己，对，然后去跟过去的自己，就是跟他说没事这样。陈芬兰有一首歌叫做《孤女的心愿》，她好像在经历一段旅程，她必须要一直去问我什么样可以得到那个机会。但我觉得这不是也是在唱21世纪的当代，所以一首60年代的歌可以让我有这么强烈的共鸣，所以它就变串起这个展览的一首歌。所以我蛮多作品都会是有一首歌得到启发，然后会去拆解那个歌词，然后去怎么把我自己放进去，都是这样子。哇，那你绘画完之后，这要再烧过吗？这都烧过了。要再烧过了。对啊，都烧过了。对啊。可以摸。对，都可以摸的。然后这个框真的也是完全也是用那个宫庙的那种。不用这样，可以摸就一直摸。你再摸，我觉得他付钱哦。他说不会坏。还可以抠我老师最喜欢拿钥匙刮，就测试一下。对。所以你都是用什么笔下去画？没有用毛笔，我都用毛笔画。厉害。那你也是因为接触创作之后，才更深入去接触这个文化传统吗？是本来就喜欢这个东西，但我没有门路去了解。是后来去年有一个北美馆找我跟北投在地的一个做瓷砖的师傅一起合作，对，然后我才开始去了解这个技术。而且你这个瓷砖都是自己粘的吗？对啊。哇，我觉得粘的还不错仔细看一下。号召政大的学生一起来帮忙粘。土木工程系吗？不是，全部都是少女。少女哦。对。阿昌说粘的不错，就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啊。因为我跟阿昌退伍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工地做过水泥班。对，所以这大致上看得出来。所以这是用水泥弄的吗？不是啊，就用双面胶粘的。他单纯用双面胶一块一块粘上去。OK。好像到时候策展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啊。对。因为就是我是学装置艺术嘛，所以我每次去看宫庙，我其实都在感受那个空间是怎么样，就是设计师是怎么思考这个空间的动线跟这个摆设。那你当时怎么想说要试看看？因为这个是原本可能宫庙用这样的配置，然后去
创作一些比较传统的图样，那你怎么想要把你自己想画的画在上面？没有，我是觉得我很喜欢那种形式，我就想要玩这个形式，然后能不能在里面，因为他们通常都是画一些，比如说那个《封神榜》啊，或是跟一些中国这些忠孝节义的故事，我是想说能不能画一些少女的琐事，我就把我的生活把它呈现出来，用这种方式，而且这个材质它有一种恒久性，它是很耐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它会被用在这个墓园啊这种地方，而且我自己就是那时候构想说，如果这是我的一个类似坟墓嘛，那大家会来看。所以我觉得你以后可能可以规划一些坟墓啊、墓碑的设计，我是觉得这不错，但是现在一个需求没有很大啦，不是因为总会有怀着少女心的老人家死掉啊，对，他也会觉得说啊，这些妹妹尾他做高追耶，就会来委外处这样，对，然后把你一生画下来，对，哇，没有，但是讲真的，我有用一个地方拜的地方，然后是拜广泽尊王，然后我那个地方叫做居福馆嘛，那就是最近也是要重新入伙安住，那入伙安住是不是要装修？对啊，我刚刚就跟我经纪人就说，我看到这我好想要叫瑞红来画居福馆啊。今年过年，然后我陪朋友来拜拜，然后我就反正这些庙好特别，就是里面的瓷砖也太可爱了。然后因为我把台湾的宫庙当做美术馆在看，就是跟我们去国外旅游也都会去看教堂一样，所以我用同样的心情来看台湾的宫庙这些装饰跟这些工艺品。然后我觉得台湾宫庙它也有宫庙的绘画，还有是传承中国的这个文人画的，它就变成台湾有一个变体，它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些非常有趣。所以我喜欢宫庙的绘画，是因为我想要找属于台湾自己原生的绘画，完全中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文化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跟你讲的一样，就是它可能是集结各个宗教、儒释道，然后在台湾形成这个，就是它会有一个民间信仰，一个台湾味。我觉得每次来宫庙就可以跟过去连接啦，因为现在是如果其实都在网络世界，我觉得是蛮虚无的。然后我觉得宫庙是一个实体，你可以看到以前人是怎么样生活的感受。刚进去里面发现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很开心啊。而且你看啊，像他这样很酷啊，就是他热爱这些传统艺术文化，然后他是用这种艺术然后美术的角度去观赏，这个基础完全是不需要建立在信仰之上。他可以用一个很平常人，然后很平常的心态，然后去看待这一些事物，生活这样子，对，呈现感觉是很好的。那其实像这样子也是有影响到你后期的作品吧？所以我今天呢就要带一个礼物给你们，带来一个我去前年在高雄蓬莱仙山待了1年，帮他们记录了意识。所有的男生看到这4个字应该都会微笑吧？满满的童年回忆耶，小时候的记忆耶。对啊，你看，爱拿遥控器。我一直觉得在台北是一个你要感受某种台湾文化是一个很困难的情况，因为我觉得台北它资讯实在太爆炸，所以你因为会一直用猎奇的角度去看台湾文化这件事，那我觉得好难哦，我觉得要离开台北，所以我就去，然后再去高雄以后，我觉得蓬莱仙山发生的一切都合理了。而且如果你没有这样去记录它，然后复刻这个回忆的话，其实应该现在的小朋友都忘记有这个频道。对啊。其实也不是后来更晚出生的小孩，他们完全就会不知道台湾，因为他们几乎都没在看电视啦，所以就没有办法明白以前我们只有电视看的时候，这个东西有多重要。这绝对是我们冒着被那个喜多郎抓到的风险。但是讲真的，蓬莱仙山它不只是男生所知道的那一些系列，它还有很多系列，对啊，它还有什么类似那种电台啊卖药的一些，还有其实现在美国同龄眼跟台湾奇案这种类戏剧的原型也是都是从这边开始的，他们是台湾最早就标榜全台语的一个电视台，对，最 local 最粗糙的，他们那时候最有台湾味的。应该是预算不足啦，小成本干大事。对。但是通常这一种东西都具有它特别的美感，没错，对，它会有一个酷酷的样子在。在蓬莱仙山，它除了，因为它白天其实都是老人家在看，它里面其实也有蛮多宗教，就是命理，因为就是你要扣印进去算命，然后之后就美油啊，所以其实这个企业是靠美油啊撑起来的。壮阳药第1名。还有半夜的色情电话0204。对，0204，有人打那电话打到倾家荡产呢。你有听过吗？我有听过，很扯不过以前就是如果听到谁就是半夜电话费突然爆掉，就一定是打0204。
然后另外还有很大一份，这里面跟宫庙文化也有关系。是后来现在他们其实也有自己开一间济公坛，然后他们是第一个就是把济公坛放到电视上广告，在电视上广告你的庙什么业务啊，所以都可以在这边完成。最后面他后期还直接就是买了一个，他们跟殡葬业合作，还直接跟你说，你可以直接跟他们在电视上就是下单买那个塔位跟升级升贤契约，还有更夸张是最他们早期的，也是最早把观落阴这个仪式带到公众媒体前面的，所以一直让政府他们算走得很前面，他们走太前面了，走太前面了，很屌。90年代就在电视上播观落阴直播了，所以政府一直开他们罚单，之后才被放到那么后面。那瑞勇，你怎么会对这个台式文化那么情有独钟啊？感觉你好像真的有点特别喜欢。其实我是台北市小孩，我是台北长大，然后我是大学就是突然跑去台南念书，然后我去台南以后就好像觉得被野放，步调是慢的，慢超多，然后宗教就是庙会活动非常多。其实我是住台南乡下，可是也可以明显感觉到，就是那个氛围是不一样，那信仰氛围是很浓厚的，然后大家都是生活都跟信仰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新鲜有趣。像我第一次看到在路边投影机放电影给神明看，这是我在台北真的没有看过。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太有趣了。还有后来我有自觉我要当艺术家以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去模仿现在流行的风格，更不能去，因为我们都是学西洋艺术长大，所以会觉得我应该想要去看看。然后我就是看村上隆的书，我就觉得被他热血激发，因为他就是把某种日本的文化发挥到极致。然后我觉得天哪，如果我要当艺术家，我也要把台湾文化发挥到极致。可是什么是台湾文化？所以我就开始很努力的往这边找，因为觉得要很台湾才可以很国际，这是我自己的想法。那你觉得在你眼中我们两个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还有那个对那个够不够台湾，我觉得也不是台，我是觉得是非常有强烈的使命，好像觉得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会觉得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我想让大家知道，我就觉得被你们感动，因为我有听你们的歌啊，就觉得其实你们的歌对我来说就是关于可能跟信仰有关，其实我觉得那是某种圣歌我觉得这跟我去做弥撒唱的歌其实没什么两样，就是你们是在赞颂你们相信跟喜爱的事情，然后很想要让更多人去了解。跟让唤起更多台湾人的意识，至少我们在推广的路上不孤单。对，因为有你，感谢你，真的太好了。广告我还拍谁？